疫苗以育平台的意愿登记，昨日27号来增加到高端疫苗的选项。讲选要来注高端疫苗的人已经有55万人了，不过也是选 AZ 甲莫德纳的人较侪。指挥官陈时中拄则嘛坦白讲了，讲这个疫苗进货来延期，恐惊会影响到民众注第二剂的时间。感染科的医师讲无要紧，因为目前国内的疫情稳定，加上注第一剂了后，咱的身体对这个免疫的记忆，这个时间有1年，所以就算去签到注第二剂的时间，对疫情嘛袂有上大影响。在进货的时候 delay 或者任何的一个延迟，那就有一个空档就会出来，那这是有可能，但我们尽量避免。目前台湾一天差不多会使注30万剂新冠疫苗，不过进货时间同款是上大的难题。疫苗伤少，这是台湾目前的情形。目前台湾一天差不多会使注30万剂新冠疫苗，到昨下晡5点为止，全国想要注的总人数到866万7679个人。新推出的高端疫苗，较无2天，愿意注的人毛到55万人。就算单纯干那经高端的毛9万2217个人，因为候选 AZ 也是莫德纳的人上济，占超过48%。干那经莫德纳的人嘛未少，因为现实的情形是，台湾的进口疫苗速度对比着注射速度，就有可能第二剂爱让较久，安尼不合理，敢会影响到。剂的疫苗其实它2剂的间隔1年。它的效果并不会减少，反而是比那个间隔短的还要高一点点。莫德纳疫苗没有做这个研究，不过我们免疫系统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，它的间隔比较久一点都不会有那个免疫反应的问题。除了相信身体免疫力基地，感染科医师表示讲，目前台湾的疫情有较回，所以讲第二剂就无遐赶紧。目前还未注疫苗的人分做4大类，符合资格受到检审，不过无去注文的人。会使修改，已经注文会使取消注文，也是伫8月7日下晡5点开放修改。登记过愿意注射，不过无受到检审的人，会使直接去平台做修改。另外，唔捌登记的人，同款会使直接去登记，安尼就好。需要的可能是有新的 RNA 疫苗的来源啦，或者已经定的新的 RNA 疫苗能够尽快的供货了。这个才能比较解决我们的问题。重点是疫苗量敢有够，不是单考虑到年岁问题尔。重点都要专门去考虑注射的族群，或者疫苗会使更加有效的运用。